各位兄弟姊妹平安。逐年拢这个时阵来到本地长老教会，甲恁斗阵足侪天啊吼。逐年拢是差不多1月、2月的时阵来到这。毋知影恁感觉我的台湾话有较好，还是愈来愈歹？你讲莫阁讲啊，我听袂落去。我刚才才讲几句尔，烦死了。下面我要用国语来讲，用华语来讲啊。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很高兴看到我们大家，虽然我大概1年没有看到你们，但是看到大家都在这里，很高兴。那我们在这个年要开始的时候咱过无偌久就要过年啊。我们1年有2次过年的时间，每一次都可以想未来1年要怎么样。我先讲一个故事，在美国的这个 NBA， 我不知道 Joseph 跟 Jason，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可能很喜欢谈 NBA 呢。在1980年代呢，有一个非常棒的篮球教练，叫做 Pat Riley，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有啊 ，OK。这 Pat Riley 呢，在1980年带领 NBA 的，他是非常重要一个教练。他带领过很有名的球队，洛杉矶湖人队、纽约尼克队，还有这个迈阿密的热火队，都是很厉害的球队。他常常带领球队打到 NBA 的冠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教练。他每一次在 NBA 的得到冠军完了以后，他们就 celebrate 庆祝完，大家休假一下子呢，回到这个训练的地方来。每一次他都做一样的事情。他从地上呢捡起一个篮球，他说用英文说 "This is a basketball"， 这是一颗篮球。This is a basketball， 什么意思呢？他要对这些身价几百万美金的 NBA 的球员，要他们回到Back to the basics， 回到最原点，回到最基础的地方来。这些人谁不懂得篮球，对不对？但他要他们重新来思考这一颗篮球，我们重新认识它，我们怎么样把它从这个地方带到那边去，然后把它投进去，可以投得进去。你们都很厉害，你们都是 NBA 的几百万年薪的的球员，你们不是不知道篮球是什么。但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原点来思想篮球的问题。那今天呢，下午我要跟你们一起来思想一个 Back to the basics， 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来。这不是你们不知道，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每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来思想。我们不是要说 This is a basketball， 我们要说这是一本圣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你讲咱哪唔知这本是圣经上帝的，我拢知啊。就像 NBA 的球员，你们的对上帝的认识经历呢，都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不是讲你们不知道的事情，而是我们重新去回到起点，去重新去温习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当教会在新年的开始，无论你要叫它是马年、古年是什么年，去12年，还是我没得算诶，12年快要过去了，马年要来了。我们有很多的机会重新思想我们自己，还有思想这个教会的未来。这个教会在新的一年2026年，在马年呢，上帝要我们做什么？那教会的 identity， 教会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好吗？不是你们不知道，而是我们重新来温习。做基督徒组成一个教会，教会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很精彩，这是全本圣经唯一一个地方，也是第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来源 ，Christian 这个名词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当一群人，他们本来叫耶稣的门徒，他们叫耶稣的跟随者，但是呢，他们第一次被叫做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这个城市开始的。那我们读到圣经讲到
安提阿这个城市呢，是因为犹太人这些基督徒，他们当时不叫基督徒啊，他们叫耶稣的跟随者、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遇到司提反被杀，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司提反被人家用丢石头打死，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基督徒的殉道者。因为司提反的事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们，他们一直走，他们走到往上面走到今天叫黎巴嫩，以前叫做腓尼基，他们还过了海到海的另外一岸去，叫做塞浦路斯，今天也叫塞浦路斯。还有人更往北走到叙利亚，叙利亚去年那个政府倒台了，对不对？叙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城市叫安提阿。安提阿在主后44年左右呢，当这些门徒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是罗马帝国的第3大城，有50万人。我告这不，那本来比差不多30万而已，对不对？20几万、30万。安提阿这个城2个半本比这么大，还有50万人，是罗马帝国第3大城。很多犹太人早就住在那个地方。当这一群耶稣的门徒他们逃到安提阿去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被逼迫。安提阿是他们一个重要的落脚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很多他们的同乡犹太人住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吃犹太的饭，他们可以找犹太人用希伯来文讲话。安提阿也是进入到罗马帝国一个重要的桥梁，从这边再往西走，可以到罗马上面去，到罗马，到亚历山大，还有到往南走可以到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外去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但是当门徒们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这里没有太多的基督徒在，他们可能是第一批来到的，他们是被逼迫，他们是被杀害、被逼迫逃难，他们是难民，来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把主的福音带到了这个地方来。所以从教会的一开始，如果我们说 back to basics， 从教会的一开始，教会就是建立在苦难的根基上面。教会在那里呢，他们因为爱耶稣的缘故而去受苦，他们受苦这件事情呢，成为基督教信仰非常核心的地方。基督徒这个名字不是跟一个俱乐部有关系，不是跟一个种族有关系，不是跟一个文化有关系。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因为跟随耶稣而受苦这件事情有关系。这是在早期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和受苦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受苦这个题目呢，在大部分的时候基督徒不是会很喜欢去听，但是它却是充满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受苦使基督徒的内在的生命可以被洁净、被炼净，成为圣洁。一个人在受苦，你可能感觉也就能讲，好像很软弱，但实际上呢，受苦使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可以让上帝的大能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可是别人也在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大能。那不是我们的能力，那是从上帝来的力量。所以人们会因为我们身上有这个力量，人们会被感动，甚至被震撼。哇，基督徒是什么一群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基督徒愿意受苦，受苦的意思呢，是愿意去舍己。我们用英文讲叫 self-denial， 放弃自己。放弃自己什么？放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的财富，愿意去放弃舒适的生活，为了爱上帝跟爱人的缘故，他们愿意去放弃这一切。这其实正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33节他说：
你们无论什么人，不管是男生、女生、老人、年轻人、有钱人、穷人、PhD 的，或是呢学历不高的人，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不是说你尽量撇弃吧，你尽量放弃吧，你可以放掉你放得下的，放不掉的啊，不都啊。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你们要撇弃一切所有的，你放得下要撇弃，你放不下的你也要撇弃。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子呢，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去对待耶稣讲的话，你会觉得哇，安尼干不都？我可能吗？我可能做基督徒吗？所以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不是一个 take for granted， 好像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很付代价的事情。所以当司提反他受难，基督徒就被逼迫，教会的开始就是一群人，他们愿意受逼迫。之后不但是司提反，不但是还有雅各，到新约圣经之外的时候提到保罗跟彼得，耶稣的两个大使徒，他们纷纷的在罗马受难被杀。使徒约翰他没有被杀，但是他被流放到一个，在很老的时候80-90岁的时候被流放到一个海岛叫拔摩海岛去。使徒约翰的学生叫做波吕甲，波吕甲在86岁的高龄的时候，他被人抓起来。他做什么错事？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因为他信耶稣，他就被抓起来，被绑在火刑柱上面。人们这个罗马的总督对他非常的 nice， 跟他说，你要是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你要是承认你不要做基督徒，我立刻让你回家。你这么老了，何必要受苦呢？波吕甲他说呢，这86年来，我一直做基督的仆人，他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那位拯救我的大君王呢？最后他们就把波吕甲杀了。波吕甲死了，他还有一个学生约翰。波吕甲学生呢叫做艾任纽 Irenaeus， 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教父。艾任纽他逃到今天的法国，以前不叫法国，叫高卢，在法国的里昂这个地方呢，他差一点就被害死，好几次差一点被害死，但他有的时候就逃掉，他也在受苦。到了艾任纽的学生，等于使徒约翰的学生第4代了，叫做特土良。有没有听过？你没有听过特土良没有关系，你有没有听过三位一体？有吗？在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核心信仰，三位一体 Trinity 这个字就是特土良他打造出来，他 coin 这个词出来。特土良他说了一件很有名的话，他说呢 ，The blood of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他说殉道士流出来的血就是什么？教会的种子。那个血流在土里面，不是消失掉了，那个血像种子一样在土里面，它会长出来。长出来的叫什么？叫做教会，基督的身体，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在古代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当中，他们是一群不怕受苦的人。他们不是真的打了不会痛，当然打了会痛，杀了当然会死掉的。可是他们是一群愿意效法耶稣去忍耐的人，去爱，去遵守上帝的话语。为了遵守上帝的话语，他们愿意去受苦，在受苦当中建立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他们很笨吗？没有，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知道死亡不是终点，复活是我们的结局。死亡没有让我们结束了。这佛教说人死如灯灭，基督徒说 No， 人死灯没有灭，因为还有复活的盼望在前面，我们会活过来。所以基督徒对于死亡跟受苦呢，跟非基督徒有完全不同的经验。这个从第1世纪、第2世纪一直到1539年的时候，马丁路德
这是我们基督教叫做基督教的 Church Father， 马丁路德教会的教父。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做《论教会跟公会议》。这个名字你们可能不熟，没有关系。但是呢，在这一篇文章里，这是马丁路德晚年，他在1917年的时候，很多年前他宗教革命，到了晚年他整个反省整个信仰，基督教信仰，他做了一个深刻的反省。他列出了教会有7个标记。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教会这个7个标记怎么样。第一个，他说这是任何一个教会都应该有这7个标记。第一个是上帝的话，圣经，上帝的话，我们要传讲圣经，我们相信圣经。第二个呢是洗礼 （baptism）， 每一年有人信耶稣，我们为他们施行洗礼。第三个是圣餐，教会爱有圣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四个呢，教会要有纪律，要有一个赦罪的权柄，可以宣告别人你的罪得赦免了，平安的回家吧。第五个，他说教会必须要有牧师，要有传道人，有牧师在那里，因为有异端会攻击进来，要有牧师去捍卫这些异端。第六个，教会要有敬拜，咱礼拜下晡来家，没人在家敬拜，这就不是教会。教会一定有一群人在这里敬拜上帝。最后一样呢，你就想不到他讲的。最后一样他说什么呢？教会要为基督受苦，教会要有十字架。对，有十字架吗？不是挂在墙壁上的十字架，不是一个 decoration， 不是一个装饰品。他说的十字架是 suffering， 是受苦。教会是一群愿意为耶稣基督去受苦的人。他这样说，他说圣洁的基督徒群体，他们在外面呢，他们可以借着背神圣的十字架被辨认出来。别人看到他，为什么知道他是基督徒呢？因为看到他在他身上有个十字架，不是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个项链的十字架。非基督徒他也会挂一个项链，但只有真正的十字架是挂在基督徒的身上。他们必须忍耐各样的不幸跟逼迫，并承受来自魔鬼、来自世界，还有来自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肉身的各种的试炼跟邪恶。马丁路德是真的搞得懂基督教的人，真的懂得基督教信仰的人。这7样东西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在我们教会，在普世的教会里面，是不是7样都有？我们可能容易有前面6样，但是呢，第7样我们比较容易缺乏。我们可以把十字架挂在教堂最上面，挂在里面，挂在前面，背在我们的脖子上面，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缺乏十字架，因为在我们身上那个受苦的标记需要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清楚。前6项都有，但是呢，如果十字架只是我们的一个装饰，我们的内心并没有为耶稣受苦，这个教会还是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让我们一起来回想在北美的教会，北美的基督徒生活。北美的基督徒生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这不是说你不对啊，我住在北美呢30几年了，我也是非常非常的 enjoy 在美国、在加拿大这样的北美的生活。北美生活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呢？非常的安逸，就快活，就舒服。而且北美的文化的特质是消费主义 （consumerism）。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一个顾客，我们要被服务，我们要被尊重，我们要被重视，我们是来消费的。甚至包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都可能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要来得到属灵上面的一些好处。所以当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很久了，我们在这样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培养我们的灵性，不是不对的事情，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可能在马丁路德所讲这7个标志里面，
我们可能会比较弱，比较疏忽的是，我们不太能够为耶稣去受苦，为耶稣去放弃一些我们不想放弃，但是耶稣要我们放弃的。那这样子呢，会使我们跟我们身上贴的这个标签，基督徒的标签呢，不是非常的符合。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放弃，你要舍弃 renounce， 你要舍弃一切所有，没有条件，我要你舍弃什么，你就要舍弃什么。这个我们可能会觉得no， 耶稣这个不太容易做到。我们在北美的生活，我们很少像在一些集权国家，或者在一些这个穆斯林的国家，我们很少因为像他们这样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但是真正的教会的精神，就是一个殉道的精神。这件事情为耶稣受苦，我们有时候称为有红色殉道士，就是会流血的；还有一种称为白色殉道士，不会流血，不会牺牲生命，但是一样那个内在的骨子里面，那个心智上是一样，是愿意去为耶稣受苦。即使我没有流血牺牲生命，我仍然为了耶稣的福音的缘故，我愿意去放弃我的权利，而不是像一个 customer 来到一个商店，我要退货，我付了这个钱，这个有瑕疵，我要退钱，我要退货。做一个耶稣的门徒，不是这样的心智。当门徒们来到了安提阿以后呢，后面的经文就讲了，他们怎么样放弃呢？他们要第一个在放弃什么呢？这对他们很不容易，对你我也很不容易。他们来到安提阿以后，他们圣经说，他们首先去找讲希伯来文的、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传福音，因为大部分犹太人都不信耶稣，他们就跟他们老乡，你台湾来，我嘛台湾来，你台北来，我台北来，我嘉义来，碰到老乡了，格外的亲切，他们就去找老乡传福音。但是呢，他们不久，他们发现这50万人的这个大城市里面，罗马帝国第3大城，绝大多数人都是讲希腊文，怎么办？我们只跟老乡传福音吗？别人都不用管他们吗？这是耶稣的教训吗？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我不要讲希腊文，要怎么？我怎么传福音？基督徒就改变策略，他们当中会讲希腊文的人，他们就转向去跟安提阿这个城市里面的讲希腊语的人传福音。21节的经文就说呢，主的扩纳跟因当灾，信来归主的人就这。来信耶稣的人非常多，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去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不是找老乡，不是找犹太人，他们走出他们的同温层，他们用一个非常生硬。你知道新约圣经有的人希腊文写得很棒，有的人希腊文写得很不好，像彼得、约翰他们的希腊文就写得不好，跟我写英文一样，只会讲 I am a student， 这讲最简单的话，然后这个复杂的就不会讲了。他们只能够用非常简单的希腊文去跟人传福音。然后呢，这些人很奇妙的，他们听见了这些犹太人用希腊语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耶稣了。为什么？他们口才很好，很会讲吗？不是，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受苦的心智，那个受苦的心智产生的一种生命力，去震撼到别人。别人看见他们就说：“你讲的耶稣是真的，我愿意相信。”2016年呢，我们教会从这个我们本来住在那个 Elgin 那个地方啊，以前那个叫台光教会，有些人知道，我们在那边聚会。2016年我们搬离开那个地方聚会，我就找说，被绑一兜里没有地方聚会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在教会的附近遇到了一个教堂，一个浸信会的教会，我就去敲门，就问说：“可不可以借我们聚会？”他们就欢迎我们使用他们的教堂去聚会。好，但是不久以后我就发现，这个浸信会呢，他们是讲 Russian， 讲俄语的这已经够奇怪了，对吧？
这里面呢，讲俄语的人还跟乌克兰人一起聚会，一起敬拜神。2016年，你知道2016年什么意思？2014年，俄罗斯怎么样？入侵克里米亚，占领了克里米亚，一直到今天。我说你们在一起聚会，你们不羞怕？你们可以在一起聚会吗？你们两个是打仗的敌对国，你们可以在一起聚会吗？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起为战争祷告。我想说，你是为谁赢祷告吗？不可以这样祷告啊，对不对？为战争祷告，为国家祷告，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祷告。我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受感动。前几天我又经过那个地方，我看到这个教会还在。即使俄罗斯占领、入侵乌克兰，这两群敌对国家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沟通，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敬拜上帝。我看到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榜样。基督徒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愿意爱人，他们愿意放下了他们的政治的差异性，他们把主耶稣的福音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基督徒的身份，他们的 identity 不是我是乌克兰人，我是俄罗斯人，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加拿大人。 No， 不是这些东西。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共同的地方。所以呢，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如果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耶稣的福音，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不是说你们下礼拜就要改变了，下礼拜我还是会来讲道，我还是用普通话讲道，用国语讲道。我不是说你们以后就要改变这样子，但是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舍己、放弃我们在地上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语言认同，为了让更多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认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可以在这里听得懂我们所说的，他们可以传承我们的属灵的传统。2021年加拿大一个统计数字呢，它告诉我们大温地区，整个 Greater Vancouver 大温地区，我们如果把讲英文跟讲法文的人排除掉以后，你知道最大的语言族群是什么啊？ Mandarin。 无论你叫它是国语、华语、普通话、中文，你不管你怎么称呼它，英文只有一个字，就是 Mandarin。 21% 的人口讲 Mandarin， 第二多的呢是彭加比语，19% 的人口，你去看加拿大的这个统计局的统计数字。第三大的人口是什么呢？广东话，18% 的人口。我们是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这些灵魂的缘故，我们愿意开始去重视这一群讲21% 的华语的人口？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介绍给他们？这对我们很不容易，很有挑战，因为我们愿意保留我们的台湾味，我们台语的文化认同，但是我们也很愿意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怎么办？这有个 dilemma， 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愿意开始去构想，让更多的讲华语的人口，他们不是最主要是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可以因为我们的舍己，因为我们的受苦，因为我们的放弃，他们可以听得懂我们所传讲的主耶稣的福音。所以圣经就讲说，信而归主的人就这哇，很多人他们愿意来听耶稣的福音，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是老乡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接触到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受感动，他们说这是我要的，这个生命，你们有的生命是我羡慕的，请传给我，请告诉我。基督徒的身份从第1世纪开始到今天2000多年了，基督徒一直是以殉道式的血、殉道式的受苦、舍己所打造出来的。基督徒这个名词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神圣庄严的名词，因为这一群人，他们不笨，他们不傻，可是他们做了傻事，他们为了耶稣基督放弃一切。在伦敦有一个
有一个人穿了一个背心在街上走路传福音，他后面写一个字说：我为耶稣做傻事，你为谁做？听得懂吗？我为耶稣做一个傻傻的事情，你在为谁做傻事？我们愿意为耶稣的缘故去做傻事，为了传讲主耶稣，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受苦。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更多人进入到 Burnaby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他们进到这个教会，他们觉得这里有上帝，这里有福音，这里有永恒的生命，我去哪里找？我要跟你们在一起。那愿上帝大大使用这个教会，好不好？在2026年，上帝要使用这个教会，让更多人认识耶稣，让福音广传，让下一代的人透过我们，他们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呼召我们跟随你。主啊，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放下任何东西。但是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去顺服你。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求你大大的祝福 Burnaby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使这个教会在这里像金灯台一样发亮，许多人看见这里有光，他们要来靠近这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